一个30多岁上班族，逐工啉超过5000cc 的水，也是感觉真喙焦。原来是这个五脏六腑失调了，即卖食中药在调理。 天气热，真侪民众啉水补充水分。台中一个30岁上班族，因为定定感觉喙焦，逐工啉超过5000cc 水，卖啉青草茶，不过喙焦的情形同款无改善。我们把它比喻成车子动能不足，所以它没有办法很有效地到达末梢的器官。中医师讲，喙焦是主观的镜头，若是排毒落屎、吐、运动了后的水分流失、水啉无够，会甲喙焦分真侪原因。病毒啊，或者是细菌啊。 或者是甚至是温度的改变，造成身体的机能失调。今晚要到热天，补充水分真重要。不过水嘛袂当啉伤济，中医师建议逐工的啉水量，用家己的体重先35到45，卖当加酸味的梅仔汁，或者是大皮柠檬汁，容易当改善喙焦的情形。 我是陈雅玲，想要跟我一起从零掌握天下事吗？赶紧按下华视新闻 YouTube 频道的订阅按钮，开启小铃铛，跟我一起探讨公共议题，给您最专业的华视新闻。